颁奖节第一个主日，它代表的是期盼、期待、盼望，点燃第一支蜡烛，这是预言之子，提醒我们多年以来，人们一直等待弥赛亚的来临，并期待上帝国度得以建立。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不和平的君。我将跟前走跳，尽显父子与神意，三位感动一体，在天之长大天恒，不以有神上主。天人同怀同心，喜在今在永在，千秋万福永恒。这时候我们来唱圣诗第6首。
迎来圣诗六首首乐，我们起立来唱全首《天上主宰独一神》。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来被塑造，不断的被更新，不断的方便，让我们更有能力来爱人，更有勇气来带领人，而且能甘心乐意来服侍人。同时求你让我们有属灵的眼光，知道哪些人需要你的帮助，让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充满着从上头来的能力。主啊，我们把这所有即将到来的庆祝圣诞节一系列的圣工，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中，看重你的人必看重他，让我们成为上不亮光的义人，被喜乐的证据人，让我们恩上加恩，义上加义，把耶稣爱世人、信他得永生这大好的信息能够传遍出去。主啊，今天是你所定特别的日子，我们要用乐器。唱诗歌见证来赞美你，使你欢喜，来欢迎我们的神。你就是配得我们一切歌颂赞美的神。凡有气息的都要来赞美你，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求主悦纳我们今天的见证音乐礼拜。我们这样祷告，也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主耶稣
翻到我们一起来起念。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因为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动物来进入他的言语，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力要在他面前战斗。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众民，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爱和心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是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了，他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这是我们要请圣歌队来赞美。神
神啊，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罪内胜的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你所拣选的，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便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灵，知足的。愿神引领我们，赐予我们，用你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国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义审判万民，领导世上的万国。神啊，愿列邦都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你的声音为我而
请江永康主事准备见证。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感谢称他为大。这便叫为耶和华喜悦，圣事献礼，或是献有角有柄的公牛。谦卑的人看见了就喜乐，寻求神的人便有的心舒服，因为耶和华听了穷乏人，不藐视被囚的人，便天和地、洋海和其中一切的动物都赞美他，因为神要拯救西安，建造犹大的城邑，他的名要在那里居住，得以为业。他仆人的后裔要承受为业，爱他名的人也要住在其中。牧师、传道、长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是第6组的小组长江永康。今天所要见证的是圣洁的生活，清洁的心知。还记得我多年以前，我是个礼拜天的基督徒。那时虽然有参加教会的聚会，但走出教会，平常一到5下班后都跟同事喝酒。抽烟，我的生活就像没有认识神一样。一般人很久未见面的朋友问候你都会说老样子，就如同我给家人、同事、朋友我的见证。时间过去后，我发现这样的生命并没有喜乐跟平安，充满了空虚无奈。于是我渐渐地开始亲近上帝，于是稳定参加聚会，后来读经祷告付出的时间跟行动，在这当中我感觉到生命有不一样的变化，成功戒掉了多年来的烟跟酒，也有更多的时间与家人相处，与神相处。之后的转变是我开始参加小组，也开始服侍。在服侍的过程中，学习到很多，生命得到成长，与神与人的关系也提升了。这让我体会到，当我愿意用真实的心活出让神喜悦的生命时，上帝就改变我，也使用我。他改变我，让我的生命更加的美好。将一切荣耀归给神。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上主救我们的弹手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人，超乎万神之上。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所造出的。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所下的民。我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
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名，也是他造成的。当称谢进入他的名，当赞美进入他的殿，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请吴小玲姐妹等准备见证。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光明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讨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
心中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以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牧师，还有陈牧师、传道，各位长子，还有各位大家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是第6组吴小玲。我很紧张。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来到你们的面前讲见证。大家都会有那种，你们有过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还有说不出来的喜乐吗？有没有过？在你生命中有没有？我有。我非常感谢上帝这么恩待我们一家人，来到这间教会，受大家的爱戴及带大。我呢是从小在基督徒里长大的孩子，对神的认识并不是很深可是我有一个非常非常爱祷告的妈妈。经过她的祷告之后，我竟然看见我的父亲从一个非常爱喝酒，就会变成一个滴酒不沾，然后全心全意在教会里面服侍那当时我看了好惊讶，我说什么原因？我真的有点意外后来我认识了我的先生，他是个非基督徒。当时我跟上帝说，他是我的另一半吗？我完全交托于你。与先生结婚之后呢，我却离开了教会长达15年。那几年所有的生活习惯信仰完全配合家里的。每逢初一、15早上拜拜，我都依照家人的做法，甚至生病的时候也会求神问卜。但是我有得到医治吗？我心里有平安吗？没有，一点都没有。那几年我犯了很多的错，我几乎真的是忘了有一个爱我的上帝主耶稣。在有一次机会当中，我跟我最好的朋友遭遇，他是我属灵伙伴我们两个一起增进，一起在水平上，我们两个是很好的朋友。我跟他去台北上心理成长课，当时我买了一本书，我翻阅之后，书中有一个经文，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这本书满满都是圣经的话，那个经文是我以前很熟悉的，心里有一个声音说：“我要回家，回神的家。”我开始找教会，我祷告好久，求神给我一个合适的教会。有一天，我经过迦南教会的门口，那时候我很清楚看见前面就在前面服侍的弟兄跟姐妹，他们每一个的脸就像天使一样，深深的吸引我。当时我进到教会里面礼拜的时候，我心里就很清楚，这个就是我要找的教会。感谢上帝，我们全家人也在这个教会当中，我看见了我的先生跟我的大女儿，也因着受洗成为基督徒。感谢上帝给我们这么满满的爱，这些都是我出乎意料的结果。上帝是何等的奇妙，家里有太多的意外，太多出人意外的那种平安跟说不出来的那种喜乐，我们家常常上演。然后有一天，我跟我妹妹分享我们家中的改变，她说：“你想得到更大的祝福吗？”我说：“
我要啊，那要如何得到呢？他说，你要好好的善待你们的牧者，时常为他们祷告。这是妈妈说的，当时我不懂，她讲的是什么意思？现在我懂了，我真的懂了。原因在平时每个礼拜郑牧师讲道当中，如何过圣洁的生活，及聆听上帝的声音，还有陈牧师之前所分享的懂得祝福自己，以及许传道分享的改变，我才真正的知道，从他们讲道中得到了新的生命，以及更大的祝福。感谢大家，一切荣耀归于神，谢谢。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他就是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礼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环绕环柔。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欺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惠，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过万，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
我的神，我的王，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我要天天称颂你，我要永永远远赞美你。耶和华本为大，该受他赞美，其大如往这度。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名。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人要传说你可畏之事的能力，我也要传扬你的大能。他们纪念你的大恩，就要传下，并要歌唱你的公义。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不庇他一切所造的。请真理主姐妹准备见证。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们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以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是社青团契的丽珠。我在那个业务单位工作。那我们的行业啊，一般而言变动性非常高。那常常是我今天到公司去就换座位，然后明天去呢就换同事，后天去就换主管，再来就自己换老板。那这在我们的行业来讲，其实一点不奇怪，就司空见惯这样。那每一天那种不确定性啊，比变动性更大。那有一天我的旧同事他打电话给我，他说请我要帮他一个忙这样子哦，然后还要帮他保密哦。那个内容就是说要我来帮他骗我的主管说把我们公司客户的资料给他。那他在电话里面就是千拜托万拜托，要跟我说这个事成之后呢，我一定好好的答谢你，要跟我分析很多很多的利多。那说这其实不是什么坏事啊，我们这个行业的人大家都这样做，那你这样子好好的配合以后，对你的业务一定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很多帮助这样子。那这种协调其实在我进入公司6个月的当中还蛮常听到的。那这个真的是属于一种私下的文化，在我们的工作职场当中，就是有很多那种似是而非的言论，那跟你讲说怎么样去赚钱、出名、成功，然后跟你说诚实其实不重要，忠诚没有关系，那往上爬赚钱才是你最首要的。
但是当我在认识神之后，那来到教会，我觉得有圣经的教导真的很好，他给你有非常正确的价值观，他教你去分辨对错，然后呢，知道我们不应该让环境来操控我们，而是我们要在这样不安定的环境里面来靠主站立。那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选择环境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靠着神给的恩典，我们可以选择在环境里面成为怎么样的人。那我在当下呢，就先把他的电话结束掉。那我告诉他说，我晚一点再回你电话。那挂掉电话，我就要马上祷告，就是我怎么可以有智慧的回复他，不但不破坏我们的关系，然后又可以很坚定我的立场。这样，我要做上帝会喜欢的决定，那做对的事，不是只是帮助他，然后他喜欢的事。那真的很感谢主，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我祷告要有智慧，但是智慧的神呢，他的方法就远远的超过我的想象。我的那个同事啊，在2个小时之后，他就打电话来，他跟我道歉。他说，我知道你是基督徒，你不说谎的。那我真的不应该打这个电话给你了，让你为难，真的是很对不起。然后请你原谅我。那电话里面就是一直抱歉，一直抱歉。他说我们还是朋友这样子。那我觉得智慧的神，他真的知道人的软弱哦。在我们要跌倒的时候，神他永远都坚固我们的脚步。那有时候神使我的路陡一点点，让我的脚步走得稍微比较慢。但是我觉得他在提醒我，就是可以时时的回到他的面前。那每一天的经历当中，都可以与他同行。那让我可以依靠那个无限的神，然后不是只有依靠人有限的智慧。就是我觉得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得胜，那是靠着恩待我们的神，在生命当中使我们得到盼望。那在未来呢，我也希望像教会还有圣经给我这样的价值观的恩典，可以带给我身边的人。那特别是在青年时期的我们，我觉得那个榜样还有教导真的很重要。那当青年还没有不好的环境来影响他们之前，我觉得教育还有父母在家里面的榜样，可以塑造他们有好的想法还有正确的价值观。那现在的小孩不是那种几米短几寸就短喊啊，他们是在生活那种资讯爆炸的社会哦，他们要学习分辨的东西真的很多。那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把很好的信仰介绍给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那也教导他们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感谢神，我的生命当中有他同行，将一切荣耀归给神。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谁能传说耶和华的大名？谁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凡遵守公平、常行公义的人，这人变为有福。是最
这时候我们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我们来唱奉献的诗382首。主啊，你是全能的神，在你里面我们不致匮乏，我们逆境要来赞美你，顺境也要来赞美你。求主你带领我们，在未来一周每一天的生活都能够与主你的同行，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求主你的恩典赏赐降临在我们每一位会友当中，也保守我们每个人的身心灵都能在你里面得着健壮。是的，主啊，我们此时献上我们的金钱、时间以及才能，为主你的事工来所用。求主你来悦纳。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坐，请字幕师报告。要报告之前，还有要祷告之前，我们先为今天我们所有的敬拜稍微做个解释。今天我们的敬拜是经由崇拜部的事业组他们所设计的，盼望能够用诗歌、用乐器，还有见证的方式来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我们的教会的年历不是从1月1号开始，我们乃是从代降节第一主日开始。因为我们所有的信仰中心就是主耶稣，他要为我们诞生，所以我们从代降节第一主日，就是我们已经进入到2012年了。我们昨天晚上是属于我们教会里面的除夕，我们已经点了灯，不管是在我们的走廊，或是各处的这个圣诞树，我们全部都将灯点起来了，代表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年开始。那我们今天也高兴呢，我们用我们的诗歌，我们参与的服侍人相当的多。那我们感谢我们崇拜部他们所设计的这些，我们用掌声将一切荣耀归给神。我们相信这中间这么多人的服侍呢，他们都获了很多的心思，我相信神会亲自纪念他们。那我们现在一起要来祷告。我们看祷告里面，我们今天是感恩节，是我们的感恩节的主日是代降节第一主日。我们要为了今年
神他的祝福、神的带领来献上感恩。第二个呢，我们要为了主耶稣，他愿意为了世人的罪道成肉身，到地面上来受苦，又流他的宝血来献上我们感恩，有我们的认罪。最后呢，在年底的时候，也是新的一年已经算是开始了。我们要为了教会明年度的计划能够合神心意，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开口为这些事情来祷告。我们要祷告神。道成肉身到地面上来，不是要享受，而是为了世人的罪，你要流宝血，要洗净我们的罪。因为我们待这样第一主日，乃是存着这样的盼望在我们身上，我们拥有因为主耶稣你的降生，我们就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在此献上满心的感恩，也为了今年所经过的时日献上感恩，为了明年祈求神继续带领，让我们所做的事情能够合神心意。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一起来看周报有几件事情我们要祷告。刚才已经有稍微解释，我们今天是代讲给第一主日，那我们有请我们的长辈们，信仰的长辈们，他们会来点灯。那我们看第5页的地方。那我们每一个主日都有它的点这个灯有它的意义，请我们回去可以自己看。同时，我们有为了这些要点灯的这些都是我们的长辈，我们从最年长的开始一直排下来，已经好几年了啊。所以，请大家为他们祷告。那他们来有一个虔诚的心，能够带领我们将他的那个蜡烛点上的时候，也代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再来，我们要为了，请看周报里面的第4点。我们的一些组织已经大部分都出来了，我们可以看一下第10页跟第11页，就包括我们明年度2012年的组织，各部的部长已经早就11月初我们就公布了，然后再来是现在各组的组长跟下面的小组长等等都已经出现，而且第11页也是包括我们的每一个小组的也出来，那我们请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要是没有在这个名单上面呢，显然他们在服侍我们，所以我们更需要能够为他们祷告，让他们有从上帝而来的恩典、能力跟这个爱心在他们身上来带领我们。我们请看第五大点的第1小点，我们下礼拜就要举行就任式，请我们列在上面这些人都要预备心来就任，你跟神之间的立约。然后接着下午我们要召开长执会，也要召开小会，然后为了下个礼拜所有的行程也献上祷告。然后也是那一天也第6大点的第2小点，那天也是我们最后一次，今年最后一次的福音主日，我们可以邀请我们还没信的朋友们能够来参加。你看第9点，第9点的第1小点里面。讲到12月24号礼拜6，我们有圣诞老人要游街，但是我们盼望有80个以上要来参加之后，我们才要举行。那到目前好像登记并不是很踊跃。为什么要登记？是因为有些人没有参加小组，所以没有办法透过小组来报名。参加小组的人可以透过小组，其他人请在公布栏里面去登记嘛。我们到15号的时候，我们截止要决定是不是要有这个圣诞老人游街。我们今年的方式是要在固定的地方来报佳音，
因为我们的桃园的市的道路不适合来游街，但是我们可以到一个定点、几个定点里面去报佳音。还有12月25号中午的圣诞节的这个聚餐呢，要请赶快报名，这上面已经写得很清楚哦。我们有截止日，请大家注意。再接着是今年要关账的日期是12月26号，12月26号，你如果要请款或者是要奉献的人，请在这上面所讲的。要用信用卡的话是到18号以前，用现金的话就在26号以前，请大家注意这个事情。还有第10点的第1小点，报佳音可以有社区的报佳音。你觉得你的社区需要能够报佳音的话，请向丰盛执事或者向事奉部来登记，我们会安排，然后用区的方式去那边报佳音。最后一件事情是第13点，第13点里面，我们每日研经事业呢，希望明年开始的礼拜2晚上。礼拜3的早上是也有7点半到8点半，或者是礼拜2的晚上是7点半到9点，我们要用每日研经事业一起来做查经班。我们盼望我们教了很久没有查经班，现在要开始，请大家能够去让他们去登记，你买每日研经事业，然后大家用同样的进度来看。新眼光我们还是这样使用，新眼光是用读者的立场在看圣经，每日研经事业呢是从作者的立场在看圣经，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哈。我们盼望大家能够有这样在上帝的话语中间能够认真的追求。看右边第2页里面的第2小点，教界消息第2小点，来的礼拜5，在我们教会2楼地方有一个日本的有权家族慈善音乐会，他们几年前也曾经来过，这次他们特别来是因为日本前次的这个地震所引起这些事情。他们希望能够用音乐来见证，同时也可以有些募款或去帮助他们日本这些事情，所以他们自己花自己的钱到我们这边来，所以我们盼望能跟我们那天没有祷告会，我们就是参加这个7点半请大家注意这件事情。这是我来介绍今天在我们中间的一位是穆以尼。一个字我认识，其他都不太认识所以他都把我注音起来应该是念得很真的穆以尼，让大家跟他握手看一下。他住在同安街的地方，我们请21小组请坐。我们请21小组来关心他。第2位是方淑兰，方淑兰在什么地方？我们看他，握手看一下。他住在正康3街，我们请第11小组请坐，请第11小组来关心他。我们来看今天的金句在诗篇第150篇第6节，这是最后一节，诗篇最后一节。来，我们一起来念，来。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再一次，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150篇第6节，我们看胡一楠，胡一楠说：“我很想信耶稣，可是我还年轻，应该先享受一番，然后过点快活的日子再说。”我们中间有没有这种想法呢？这个想法已经是好像说我们信了耶稣就毫无享受，其实事实刚好相反。我相信刚才做的几个见证呢，也都告诉我们，他们如果在信仰中间享受那个自由跟平安喜乐信耶稣得永生呢，能够得到圣灵所赐的平安，天天享受神的同在，因为你明白了真理，在明白真理之后，你就会享受真正的自由。内心享受喜乐满足，而且随时有主的恩典赏赐，能够过得胜的生活，这是何等的蒙福！只能说是不快活呢。我们反观其下呢，人任意的放荡自己，我行我素，然后无畏无妄咒的享受他的生活，这种快乐其实他是做罪的奴隶，心中充满了罪恶感。身心其实是饱受的罪的摧残，常常会后悔莫及这样的生活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享受，不是快活。有可能你的肉体是这样，但是其实你心里是非常的
非常的痛苦。我们在传道书第12章第1节说，你们趁着年幼，就我们一起来念来。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前，当纪念造你的主。好，盼望这些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以上。我们这是唱诵的，今天的圣诗是525首，我们会颂唱第1、第3、第5、135，请圣歌队唱第2、第4。当我求主眷顾万民，我们起立来唱这首。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安慰，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掌声来鼓励他们，跟谢谢他们。要祷告的可以到台前来。